最近我就收到一個咁嘅 SMS， 一時之間呢，我冇為意，咁呢就撳咗入去。冇幾耐之後呢，就喺網上討論區見到有人呢慘中呢個網上騙案，喺 IB 盈投證券裏邊嘅戶口呢，俾人盜用咗，起碼呢冇咗6位數字。就係呢，因為撳咗條 link，泄露咗呢戶口同埋密碼呢啲個人資料，就中咗呢釣魚詐騙嘅陷阱。所以呢，大家真係要非常警覺。網絡詐騙呢，唔止呢可能令你輸錢，仲可能會打擊你對於呢啲投資平台嘅信心。IB 盈投證券係美國頂級嘅網上交易平台，支援呢全球最少150個國家。但正正呢，因為用戶多、知名度高呢，更加可能被騙徒呢去冒用。呢一條片呢，就會話俾大家聽一啲實用嘅方法，保護自己嘅賬號，真正 IB 嘅操作，以防呢墮入呢啲騙局。今日呢，就同大家講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希亞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收到類似嘅 SMS？ 我呢就真係有收到，裏邊就話你嘅 W8BEN 呢到期，需要呢前往呢一條 link 嗰度解除。當中 W8BEN 呢一個表格呢，就係專為非美國公民嘅投資人設計嘅一個稅務聲明。咁的確呢，每隔一段時間啦，大概每年呢都係要填寫嘅。通常呢都係確認翻你唔係美國公民，打翻個簽名咁就得噶啦。咁睇埋佢呢一條 link 呢，好明顯呢就係冒充緊 IB 盈投證券嘅。特別呢要提醒大家 ，IB 嘅網頁呢係用 IB 嘅全名 www.interactivebookers.com.hk。如果大家唔知道或者唔肯定嘅，可以撳我下邊文字欄或者呢影片上方嘅呢一條 link， 睇清楚呢 IB 真正嘅網頁嘅網址啦。當時呢，我就一時手快撳咗入去呢一條假 link 裏邊，出到嚟呢就係一個紅色攔截嘅畫面。咁我當時呢即刻就知道唔妥啦，之後睇一睇條 link 呢，肯定就係騙案，所以大家呢真係唔好掉以輕心。冇幾耐呢幾日呢，就真係有人中招，咁呢，喺連登呢，就有人出 post 話呢慘中呢個 W8BEN 釣魚陷阱。咁呢，佢就係一樣收到呢個假冒 IB 嘅 SMS， 話要做呢個稅務嘅申報啦。咁佢就以為呢係正常嘅程序更新，跟住條 link 呢，就撳咗入去，被盜用咗呢賬戶同埋密碼。咁當晚呢，就俾人賣晒佢戶口裏邊嘅美股呢去套現，再呢買咗一隻嘅仙股，一日內呢就跌咗37%。第二朝起身呢，佢先至發現，佢話呢唔知點解個犯罪組織呢可以繞過 IB 嘅雙重認證，手機呢亦都冇收到 push 就已經登入咗，同埋呢做到 trade， 電郵呢亦都冇收到登入嘅通知。咁佢已經報咗警，聯絡金管局同埋呢 IB 盈投證券，但都係覺得呢冇乜用。咁就覺得呢損失呢應該都追溯唔到噶啦。咁佢就話呢喺大陸嘅投資論壇雪球上面呢，近排呢都有唔少人提到呢係收到類似嘅釣魚嘅 SMS。咁呢係一模一樣嘅 case， 都係呢喺假網頁裏邊輸入咗 IB 嘅賬戶同埋密碼，而佢自己計落呢，最少呢都係損失咗幾十萬嘅。賬戶被盜之後呢，買咗嘅嗰隻仙股呢，代號就係 WTO 聯代科技 U-Time Limited。咁係呢一間大陸嘅手機配件公司嚟嘅，主要呢就係做海外銷售。可以見到呢隻股票呢完全係暴跌嘅，呢5日裏邊呢已經係跌咗55%。IB 呢係一個國際性嘅證券行，美國上市，喺香港呢亦都係持牌嘅證券行，資金同埋網絡安全呢係不容置疑嘅。但係呢俾人冒充呢就真係防不勝防啦。而 IB 嘅官方呢亦都出咗 email，表示呢絕對唔會透過短信啦或者電郵呢去索取你嘅登入資料。為咗呢保護賬戶嘅安全呢，請確保呢只係用佢哋嘅官方平台或者官方網頁呢去輸入個人資料。所以所有正規嘅操作呢都必須要喺官網或者官方嘅 app 上面進行。所謂嘅釣魚網頁呢，就係用短信啦、電郵等等，要求呢收件人呢撳裏邊條 link， 再進入一個假嘅網頁，之後呢就留低賬戶登入嘅號碼啦、密碼啦、信用卡資料等等。以今次呢位網友嘅講法呢，今次呢一個假 IB 嘅網頁呢，真係做得好神奇。至於點解連2次認證都收唔到就可以入到個 account 呢？咁有機會呢，就係騙徒呢用咗一啲高級嘅技術，例如一啲攔截認證嘅方法。另一個原因呢，可能就係事主呢無意之中俾咗騙徒呢一個進入嘅許可，因為喺正常嘅情況下，如果係 iPhone 嘅用 IB 嘅網頁去登入，係會呢收到手機 app 一個 Face ID 嘅要求嘅。咁事主呢可能唔為意，打開咗之後呢就通過咗呢個人面識別都唔定，或者呢係第一次進入假網頁嘅時候呢就已經俾埋咗一個2次認證嘅曲人哋。
咁所以咧，千祈唔好以為有二次認證就安全，一定咧首先係要保護好賬戶嘅號碼同埋密碼。大家咧都唔好以為你冇用 IB 咧就冇事，因為呢類型嘅騙案咧最近係由富途咧開始先嘅。由5月1號到16號，警方咧就接獲咗8宗同金融投資交易平台有關嘅釣魚騙案，當中6宗咧係涉及富途嘅，總共受騙嘅金額咧係400幾萬港紙。其中一個受害者咧喺24小時內咧係冇咗200幾萬。咁呢一種騙案嘅手法咧其實都好類似，佢哋咧就係冒充咗富途啦，發出一個 SMS 話受害者咧要喺個連結入邊更新啲稅務資料，如果唔係咧就會凍結個賬戶。咁之後咧受害人撳咗條 link 就去咗一個假嘅富途網頁，咁就跟住佢嘅指示咧輸入咗一啲賬戶號碼同埋交易密碼，結果咧真嘅賬戶咧就俾人盜用啦。咁騙徒咧就賣晒受害者手上嘅股票，賣咗一堆咧完全冇價值嘅學股啊、仙股呢啲啦。咁呢啲股票咧同日咧就暴跌，令到咧受害者咧損失慘重。咁其實喺呢個月咧，小紅書咧都已經有人話咧自己嘅富途戶口咧係被盜用咗。咁點樣先可以保護好自己嘅戶口呢？第一件事最重要嘅就當然係唔好亂咁撳 link 啊！收到任何 WhatsApp 啊、SMS 啊，發送關於 IB 富途或者其他券商嘅 link 都唔好撳入去。第二咧就係盡量用翻證券行自己嘅 app。咁咧有好多重要嘅提示啊，或者更新資料呢啲咧，而家嘅證券行咧都係會用 app 咧彈出個 push 咧嚟提醒用戶嘅。就算你撳入去咧打開嘅都係官方嘅 app， 而要打開個 app 咧都係要經過 Face ID 之類，咁咧都係已經綁定咗一個嘅裝置，就唔會咧入到去一啲不明來歷嘅網頁啦。仲有咧，一定要開雙重認證。正常嚟講咧，喺註冊戶口嘅時候咧，已經會要求你開雙重認證，用 Face ID 啦，或者要入翻個驗證碼先可以登入嘅。但如果你懷疑自己冇做到或者唔肯定嘅，就可以開翻 IB 個 app， 撳翻你呢一個頭像，設置安全，咁就可以睇到呢個雙重認證係咪已經啟用咗，或者咧有冇需要更新。第三，認清平台嘅所有交易方法。咁唔同平台咧，而家有好多嘅交易途徑啦，有手機 app， 有一啲咧平台就係有網頁啊、交易嘅程式啊，或者傳統啲嘅券商咧就係用電話嘅。咁一定要認清咧呢個係咪官方嘅途徑。例如 IB 咧，咁就有網頁，前面咧就係 www.interactivebookers.com。手機 app 咧就有2個 IBKR 同埋咧 IBKR Global Trader。IBKR 咧就有較完整嘅功能，可以交易啦，或者係更改一啲賬戶裏邊嘅設定。而 Global Trader 咧就係簡單啲嘅，主要用嚟交易嘅啫。咁喺電腦程式方面咧 ，IB 就係一個為入門到中級投資者而設嘅認透桌上平台，就係 IB 最 top 嘅交易者工作室 TWS 嘅簡易版。其實咧之前一直咧都想同大家介紹下點用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咧，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而 TWS 咧就係 IB 最強大嘅交易平台，就係為咧專家到中高級投資者而設嘅，亦都係咧好多真係國際性嘅 trader 咧都係會用嘅。咁就係咧大家見到全部係數字啊、圖表嘅一啲界面，仲有 IBKR Forecast Trader 嘅網頁，咁咧就係交易一啲事件合約嘅，例如咧美國5月嘅通脹會唔會高過4% 咧？咁就可以好似期權咁樣，係買 long 同埋 put、call 同埋 short 嘅。咁佢呢一個網頁咧，同樣咧係有 log in 個 account 嘅功能嘅。而官方嘅網頁咧就係 www.forecasttrader.interactivebookers.com.hk。其實咧事件合約咧喺香港咧都幾少人講嘅，但因為咧聯繫到日常嘅政治啊同埋經濟事件，都係比較容易理解嘅。咁就算咧係投資嘅新手咧，都已經可以嘗試。咁我可能咧都會再開一集咧去講下呢一樣嘢。而其他嘅證券行，包括富途啊、華盛啊，都係用 app 嘅交易為主啦。我都會咧將佢哋嘅官網咧放喺下邊嘅文字欄。其實咧呢一類釣魚網頁嘅詐騙手法咧已經存在咗好耐，但橋唔怕舊啦，最緊要受。事實上咧就真係仲有人咧係受騙嘅。咁之前咧大概2年前咧有一段時間就有好多假冒 The Cups 嘅 SMS， 咁咧就叫人輸入咧信用卡資料，最後咧就被盜用。而今次假冒證券行咧就更加嚴重，因為裏邊嘅金額咧係更加之大。騙徒咧係用漁翁撒網嘅方法，係唔會理你咧有冇富途啊、老虎證券啊呢啲。當你收到呢啲短信，以為咧我都冇呢一啲戶口，咁就唔使理會。但當你收到一個短信，呢一個戶口係你有嘅，咁可能你就會猶豫啦。
撳落去再輸入咗資料，咁只要有一個人受騙呢，就已經夠噶啦。所以呢，必須要再次提醒啊，最近呢，騙徒呢一啲嘅詐騙手法。好啦，咁今日影片呢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希望呢大家都唔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多呢關於 IB 營投證券，都可以呢撳入去我下邊條 link 入翻去佢嘅官網嗰度睇下，亦都呢有啲乜嘢疑問都可以呢喺下邊留言，大家一齊討論下。中意我影片呢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